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先先到时代头先就来报人在。中度风台烟花是愈来愈近往台湾，东部的风影也开始变强，按算伫暗时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讲到7月26日有发布3级警戒，搁再延后咧。但市长表示，讲甲级方案当咧讨论当中，毋过室内外人数若准有要来开放会放令，这2天仔就会甲民众公布。体育署长陈少熙今仔日伊本人出现伫上山机场，讲要坐经济舱去到日本，要来去甲选手斗3天。讲到中度风台烟花是愈来愈近换咱的台湾咯，东部的海影也开始伫咧变强。气象局表示，讲北台湾愈暗雨水是愈高，按算伫暗时就会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另外，烟花的靠路也往北边耍，专家也讲有可能是扫过北部甲东北部的海岸。海影愈来愈大，线地画片冲甲真悬。东部地区出现长影，已经观测到至少2米悬。今年第6号风台烟花已经发展成中度风台，向台湾挖近。气象局表示，烟花强度持续增强，暴风圈扩大，也有可能达到上强的中度风台。由于现在路径是有稍微比较偏北一点哦，因此我们现在预估海警发布的时间可能落在今天晚上，而路径可能落在明天。受到烟花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北台湾愈暗落雨愈明显。气象局讲，听到拜5、拜6，风台上瓦近，北部山区爱严防大水雨等级的雨量，中部以北宜兰地区有局部性大雨，也是大水雨。而且上近礼拜2、5，才渐渐脱离风台暴风圈的影响。只是烟花风台受到北边高压减弱影响，路线有小可向北调整。未来这个路线是不是会有调整变化呢？现在可能是往这个台湾修一点点，或者再往西北多一点点，这个还会有点变化的空间。但是说要突然这个大修修到说整个会不会登陆，这个其实是难度有点高，但是还是不排除有这样的机会啦。气象专家分析，暴风圈会以小可矮调的方式经过北部甲东北部沿海，不过卡到台湾的机会偌济，都要持续观察烟花转向的角度。对着风台，即马渐渐挖近，提醒民众，趁风台还未来，一定要做好防范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落大雨的问题，伫中国的河南省定州这个所在，也当咧落大水雨，甚至也造成这大水雨造成的水灾。这大水也直接灌入去地铁站，民众掉伫咧车厢内面。目前已经知影讲有12个人死亡，5个人来受伤。不过这寡数字敢是真正咧？网络顶头也有人开始质疑啊。叫311报警了，现在已经到各个帮那个肩膀。民众惊吓喊救，因为水强要用加警戒。中国河南定州市拄到历史上上界大的大水雨，20极端落雨，和大水规个灌入定州地下铁的路线内，真侪人掉伫车内，都要撞破车窗才有法度逃生。玻璃砸了一点，砸到上面了，然后有那个空气，要不然的话都可憋可难受。因为当时水已经漫到我们肩膀了，这水冲劲太大了，就直接给冲走了。定州地铁为了这件代志，下令转线停运指令，救援人员必须爱为车顶正康将人救出来，搁爱行崩坑逃生。虽然官方表示拢总疏散500多人，其中12个人经过抢救无效死亡，5个人受伤。一寡民众家己翕的影片传出来，网友质疑官方是讲假话，医报无准。定州市规个城拢浸伫水的，交通路网规个袂振动，主要干道无法度通行，车辆拢互水冲走。就连景义市气象局长赵建标伫路的互大水冲走，捌下落不明，最后是去互当地民众救起来，因为当天气象局也无法度更新天气的状况。中国国家气象台指出，定州17至20，72点钟内测到617.1毫米的雨量，等于是定州往年一年的降雨量。搁较出现1点钟落雨达到201.9毫米，创下全球省会级城市1点钟内上界大的落雨记录。专家分析，这么极端的落雨，甲地形环境以及烟花风台有关系。台风烟花的北侧有比较持续的这样一个偏东风，同时和富冈外围的偏东风气流有一定的这样的结合，持续的向我国内陆地区输送水汽。那么水汽在这个我国河南这一带地区得到汇集，然后引起持续的强降雨。专家也提醒，这阵大雨也会持续到22，河南省风讯应变级别由2级提升到1级，已经有20万人撤离。
中国国家防总原来派出解放军、武警、消防部队差不多2万多人出动救灾。总统蔡英文也对泉州不幸过身的人员也甲家属表示哀悼，望受灾的所在会当早一日脱离大水的灾害，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6个本土病例，9个待避入境，也有5个人死亡。另外，指挥官陈时中也讲到警戒要降级的问题。若准有要降级，涉内外人数规定就会放零。这2天也会来规划公布。若讲到这疫苗部分，以后会有 BNT 疫苗入来。若敢会当开放互民众来自报同款品牌疫苗呢？陈时中表示讲是需要更较侪资料来证明，也会甲专家来开会讨论。国内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拜3日新增加16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台北市9例上多，再来是桃园市5例，新北市2例。16名的本土案例有9例已经知道感染源，那有4例关联不明，那3例疫调中。另外，也新增加5例死亡的个案，拢有慢性的病史，其中案例978是50多岁女性，住伫湘北地区。5月下旬无症状伫病院检出阳性确诊，到防疫旅馆隔离，后来因为喘气困难断医治疗。6月中解除隔离，又发现有癌症，最后是不幸来死亡。不过因为他同时还有发现一个腹腔内有癌症的一个状况，所以后续在住院是处理癌症的一些相关的并发症跟转移的部分，所以后来的7月18号不幸过世，是因为癌症相关的因素。因为民间协助采买1500万剂 BNT 疫苗已经完成合约的签订，外界也真关心未来是不是开放 AZ 加 BNT 的疫苗南咧做。指挥中心讲，也需要更加多实证的资料，会有专家开会讨论决定。正式发表也有一些非正式发表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资料，每那2-3篇里面都是几百个个案的比较而已哈。那这样子是不是在我们的所有委员对他们讨论下，认为这是已经足够的实证资料，还是要经过小组委员去做讨论呢？27个26、3级的警戒期限，敢若剩5天，但是中共降级的方案也在讨论中。不过，这室内室外人数限制会放宽。如果从3级降到2级的话，如果有降级的话，那5人、10人这个规定，那当然会放宽。好，那当然如果没有降级，就不会放宽嘛。哈。另外，伫新冠的疫苗注射部分，拜2、20注射22万8千多人次。总计注射人已经有567万4千人，疫苗注射率是23.5%，接触人口比率是24.16%。疫苗注射了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新增加10例，有6例是注射 AZ，4例是注射莫德纳。另外，第3轮疫苗的预约正在进行，即阵已经发出152万9千多份的预约的简讯，已经有8成民众完成预约。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民间买疫苗的部分，资济基金会今仔日有甲政府签约，要甲500万吨的 BNT 疫苗捐予政府。行政院表示，讲资这专案会比较台积电甲鸿海的模式来处理。目前民间所捐的 BNT 疫苗已经有到1500万吨啊，会由疾管署做回来向食药署申请 EUA 专案输入许可，也会甲12岁到18岁少年囡仔列入去注疫苗的范围内。主席基金会买500万剂 BNT 疫苗捐予政府，20早起10点，由疾管署长周志豪完成契约签署。总统蔡英文伫民进党中常会视讯会议上，对主席表达感谢。跟民间共同协力，加速为国家争取到更多的疫苗的供应。我也要再次感谢所有为此辛苦奔走的民间团体以及政府团队的同仁。主席专案比较台积电、鸿海甲永龄基金会专案的模式处理，关键原则、契约结构、甲条件拢同款。主席6月23向卫福部申请，同时台积电、鸿海甲永龄基金会专案已经先推动，并并案处理。7月1成立主席关键疫苗专案加速推动。7月9由疾管署先签署办理备进前作业的法律文件。7月1完成关键签署，规过程不到1个月。双方面总共捐出1500万剂的 BNT 疫苗。每一批疫苗数量由3捐赠单位平均分配，同步供货，由中央统筹运用。我们现在可以掌握这总量，但整个时程仍然是没有办法掌握。那等到这个时程有确定了，那我们才会因应那这个时候的需要，那做一个最恰当的安排。
主席低调无做回应。另外，主席买 BNT 疫苗甲上海复星完成签约，深受复必泰的名字。行政表示，相关条件甲台积电、鸿海专案是同款。台积电甲鸿海也是甲上海复星签约，是由德国原厂直送台湾，无复必泰名字。行政也强调，这1500万剂的 BNT 疫苗统一由疾管署并案，向小数申请 EUA 专案数字许可，要将12到18岁未成年纳入使用的对象范围。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今仔日增加9个人确诊，市政府也公布确诊者的行踪。另外，也宣布讲，对2日开始大型开放幼稚园甲安亲班，和医疗人员、警察、消防等5大类家庭。那准讲到新北市的部分，今仔日是增加2个本土病例。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会用分阶段，而且是分批来降级。台北市1日增加9人染疫，有2人感染源无清楚。市长郭文泰表示，每一个确诊者伫封锁进前至少会传染1个人。另外，公布4个确诊者行踪，分别遍布中山区、士林区、松山区、瑞湖区。包含集运台北车站、集运西门站、滨江市场、东社市场外围馒头店、电子粉专卖店、东湖市场等。特别是东湖市场进前有确诊者行踪，市府安排专案采检，才找出这名确诊的猪肉打贩感染源不清楚。那这个场域呢，已经按照我们的标准9宫格的来封摊，然后目前为止有2摊4家店面，它后面有一些店面。有在7月21号到7月23号共停业3天。污水下水道好像做了36次，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去做，其中有3次是有找到那个病毒的 RNA 的哈，它这些滤过性病毒会在粪便里面会存活。公共变数是不是加速感染源？郭文泰表示，病毒可能存在伫粪便当中，呼吁去变数挂好喙安，先看马桶挂佮冲水。另外，疫情转好，台北市府宣布2日开放幼儿园甲安亲班，以医疗警消、中低收入户、双薪家庭加上幼儿园课教中心专案评估，这5大类优先。从162降到5，我们总共花了4个星期。而且付出了惨痛的教训以后，才有办法把从3位数降到个位数。新北市1日只增加2个人确诊，面对23级警戒可能降级。侯友宜强调，新北疫情为个位数，冲加8位数只有短时间，所以用4礼拜才降回个位数，所以新北会分阶段来降级。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看线，咱来看到桃园去。桃园伫今仔日增加5个本土病例，全部拢是甲特殊的网络交朋友有关系。这内面也有1位是文化局员工。目前文化局大楼全部做 PCR 采检，也拢是阴性的。卫生局长也讲，特殊的人际关系所引起的病例，到今累积已经有40例啊。专会装备大规模来消毒，内外拢无放过，因为桃园市文化局出现确诊个案，市长陈文灿证实，新增加的确诊个案内底，案例因5574是文化局员工，已经列出相关的接触者27人伫厝隔离。另外，文化局规栋的大楼，包含图书馆甲财政局同仁，总共264人，全部进行 PCR 采检，这阵结果拢是阴性。那因为文化局那有设有图书馆跟这个展览馆。那所以我们闭馆到7月25号。那所有文化局跟财政局在这栋大楼上班的同仁那一律自主健康管理到7月25号。包含这名文化局员工在内，桃园市1日新增加5名的本土确诊个案，追溯感染源头。陈文灿讲，虽然是分无同的交友界，不过广义来讲，拢是特殊的交友界所衍生出来个案。而桃园卫生局长王文干更加讲，礼拜四佫新增加3例，相反是牵涉特殊的交友界。那今天这5例有2例，它跟我们在大前天公告的这个15524是有一个这个 party 的一个情况那另外有一圈可能跟这个15524没关系，不过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所谓的交友软体认识特殊的交友界为着这个案，总计到这阵大约40人，包含探究家属甲工作上的同事。市府也讲，无论是经由网络熟识，也是交友范围内的朋友，有人确诊，拢要主动来进行检查甲通报，才法度有效来斩断这波传播链。若无是无法度来达到清零。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大卖场阿基亚高雄店行广告，今仔日是停业一天进行大消毒。不过也有人也讲阿基亚马来西亚主管确诊，伊身躯边的人所拢无扣起来做采检。市政府表示讲，这位主管可能是阳性的，目前是也无法度确诊。不过有甲马来西亚迄边做直接，而且也有甲员工200多人做快筛，目前拢是阴性的。那讲到做 PCR 的部分，也有一半的人结果是也未出来。民众要去踅IKEA高雄店，才到门下口发现店内消毒清洁，就开始紧张。完全没想到，我们还想说怎么摩托车不能停呢？就还很严重啊，是在微解封什么？大家都还没有打疫苗，你在微解封什么？IKEA高雄店公告，1月消毒，后零确诊19天的高雄疫情增加变数。高雄市原陈玉翠接到投诉，讲店内一名马来西亚籍主管，2日后回国采检确诊，接触过的同事却无被扣列。社区感染这样的一个黑数，到底还有多少潜伏？出境到马来西亚被确诊为阳，他出境之前呢，他在国内呢验的PCR 呢是阴。检验技术以及 SOP。还有它的测定的一些过程，采检是不是容易有像刚刚市长提到的，有人染污，仍然还在透过 IHR 再跟马国这边联系。市府证实，确实有捌做过主管的马来西亚接生过女子疑似阳性，7月12是最后上班日，伊要回国14去医学中心采检 PCR 阴性，隔天上班。16坐飞机回国才验出阳性反应，暗午CT单29点38，病毒量无悬，也强调无经过 IHR 组织证实，伫台湾无算确诊个案。那在搭高铁、搭飞机跟有人的接触，或者是在高雄的职场接触，这个都有可能，这些可能性都没有办法排除。市府强调，已经扣列接触者225人采检，各要求业者清消，初步结果全员快筛阴性 ，PCR 也超过半数阴性。2暗时就会知影全部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家人庙口业者，伊是希望讲这夜市啊会当伫咧7月27的时阵恢复来做生意。下晡也有去市政府甲市长来讨论。不过市长林佑昌表示讲，也是爱等待中央政府发布相关的指引，才会当来做决定。电子看板因为写疫情暂停营业到7月26日，原本人真侪的家人庙口夜市啊，即马冷冷清清。有爸爸妈妈虽然知影讲这个所在停业，不过也是带囡仔来看这个真出名的风景点。希望这边赶快可以恢复营业，然后带动一些观光。像台湾所有其他夜市同款，为5月17开始停业。有文书工作者讲，庙口夜市啊，顶届大停业是日前买期，不少业者是希望为27开始复业，就算袂使店来食，也希望会当早走。因为他3级警戒。就是外带嘛，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外带我们也会做。2个多月不要说金钱的损失，那个不谈的，精神上也是很那个啊。这业者也做好各项准备，亲像安怎分区分流营业的真侪种方案。基隆市政府除了20安排夜市从业人员做疫苗，基隆市产发处长黄建峰也伫2日下晡，甲夜市干部开会讨论人流管制、挂嘴安、面罩甲手套这防疫措施。场域管制的部分，那我们会安排出入口的人流管制，摊商也都是按照双罩一套的市政府的指引去进行营业。不管它降不降级，因为原本在3级的这个解封的部分，有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认定，那我们就照中央的一个指引来进行。若是是不是会当店来食，也是跟来当早走，以及各项防疫规划，都要听候中央指挥中心公布指引了后，才来做决定。若是烟火风台特别高啊，基隆市长林佑昌也特别要求庙口夜市排水沟要做好清刷作业，除了防范风台，也该为后届夜市复业的环境卫生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国产的高端疫苗已经通过卫福部的专案制作申请。那讲到已经做过 AZ 疫苗的县市首长，因拢有无同款的看法。即像台南市长黄伟哲和桃园市长郑文灿，因拢是表示来支持国产疫苗。不过台中市长罗秀燕和高雄市长陈其迈，因的态度却是真保留。不过讲到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伊是表示讲，这是科学，唔是政治，应该就要公开透明。指挥官陈市长伊也破白讲，若准是要做2档无共款的，恐惊是有困难。手腕比起来显出手骨，台南市长黄伟哲伫今年4月，甲市府主管带头做 AZ 疫苗。即马卫福部通过高端的专案制作申请，黄伟哲甲同市长郑文灿大声表明态度。我个人是有意愿要施打，
这个意愿的问题跟实际上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未来如果有打国产疫苗的机会，那我也愿意来施打。验过吴伟铁甲陈文灿两人，因为注射的时间的关系，分别伫7月12甲6月25，拢已经注第2剂 A 疫苗。不过也表示，国产疫苗卫福部通过审查，就会当信赖。两个人拢愿意收听。尽管是民进党的高雄市长陈其迈态度比较起来是有较保守。第1剂打什么，第2剂就打什么。现在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就这样。若是六都南营首长、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虽然注第1剂 A 疫，不过最近疫情也甲丰泰要来真无用，什么时阵注第2剂都要看时间安排，是毋是会换注高端话无公平。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进行回应，高端疫苗是科学，毋是政治。科学最重要的是程序的过程，如何让民众起信，才是最重要的关键。个人注射疫苗要配合国家政策，以身作则。台北市长郭文哲也因为高端是毋是会当换注其他疫苗，无临床试验甲数据表示无多评论。这位郭陈市长也坦白讲，第2剂换注高端恐惊有困难。高端除了我们自己国内如果做相关的延伸的一些研究之外，要不然比较少的一个国际的资料。所以要这样混打，恐怕是比较困难。陈市长表示，因为高端疫苗目前敢若国内有国际资料也阁欠缺，国加上目前本来就无开放注无共的，所以暂时无这个选项。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咯！伫咧市面上开始出现假武汉肺炎快筛试剂，高雄地检署有查到一间药厂因违法生产8万个假快筛试剂，因所赚的这寡乌心钱大约有200多万。快筛试剂装箱放伫工厂内底，但这拢是乌心的业者冒用委托代工的药商三育科技的名，制作并假造是合法的快筛试剂。高雄地检署接到通报了后，14号巡线到业者的公司搜查，并通知51岁蔡姓副总到暗说明。5月间疫情爆发之际，发现市场需求大增，有利可图，竟未经卫福部核准，违反契约，冒用合法公司名义未贴标签，来私自生产快筛试剂。业者事后捞到部分快筛试剂的产品，假做是合法的快筛试剂。以试剂每剂189块不等，配件包每包300块不等，对公司行号、病院甲药局来卖，初估不法所得超过200万。涉案公司的蔡姓副总，业经高雄市调查处以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第61条，移送本署侦办。国内疫情也未完全控制，快筛试剂的需求无减。乌心的业者卖假而且成分不明的试剂，可能对民众的健康造成伤害。地检署提醒，若发现乌心也是假的试剂伫卖，会当向检调、警方也是卫生单位检举，共同维护防疫的安全。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高雄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南韩发生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军队群组感染，就是伫咧东非执行任务的军舰文武大王号顶头，这船顶有301位官兵，着270个人染到这个武汉肺炎。南韩军方是赶紧用2台运输机，甲确诊者再登去南韩医治。南韩总理甲国防部长也拢出面来回实的。飞行机到达降落边的空地，已经有穿着防护衫、医护人员等台要接南韩军舰登来。这是为南韩军舰文武大王号面顶登来的海军青海部队第34梯队，因为伫东非海岸执行反海盗任务的时阵，逼出军舰大规模的军事感染，互当局紧急派卡手接手军舰，送因登去南韩治疗。南韩总理甲国防部长嘛前后会师咧，先来检讨所有海外军团的防疫政策，好好保护伫国外执行任务的军人。 항해부대 장병 및 가족 여러분, 그리고 국민 여러분께 큰 심려를 끼쳐드려 송구하다는 말씀을 드립니다. 外国媒体报道，军舰面顶的301名官兵，伫出发执行任务之前无注疫苗，爆发群组感染了后，20分别坐2架专机到首尔的空军基地，而且用救护车甲巴士分别载去病院检疫。目前已经确定至少有89派官兵拢确诊，这嘛是南韩军方上大的群组感染。 중등도 이상인 분들이 한 12명 정도로 파악이 돼서 그 병원 2곳에서 치료를 받게 되고요.
그다음에 나머지 289명은 생활치료센터 2곳에서 치료를 받게 됩니다. 多了官兵为着南韩全国日在确诊人数达到1784个人，创下了一天确诊的新冠纪录。有超过500例拢是首都圈以外的地区。因看到第4波疫情已经在全国拓开，专家警告，预估到这个月底会出现每一天超过2000人确诊的状况。活动局宣布，到月底之前禁止所有大型的表演活动。目前南韩的首都圈实施第4级的警戒到2月，在疫情严重之下，要调降防疫的顶级距离无介大。国际新闻台是董炳义。美国的疾病管制中心呢，伫咧20证实讲，超过8成确诊病例都是去染到Delta变种病毒，甚至有人已经做过2档疫苗啊，又原是来确诊，并且对秘鲁开始的蓝达变种病毒也开始出现伫美国啊。到底Delta变种病毒伫美国传播的速度有偌紧？美国疾管中心 CDC 20日参议院听证会公出答案。CDC has released estimates of variant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predicted the Delta variant now represents 83% of sequenced cases. This is a dramatic increase up from 50% the week of July 3rd. 全美国目前48州拢已经有Delta变种病毒，其中密西西比州为顶礼拜5到礼拜日3天，都增加超过2300例确诊。佛州的确诊病人过去14天也增加117%。The people that are getting sick and unvaccinated are getting sick very fast. We were not seeing this in any of the other waves of the pandemic. This virus is highly contagious, highly transmissible. 一名美国北京的工作人员加总议员佩洛西办公室的职员，在做2剂疫苗了后确诊，不过症状较轻，也无甲主要官员接触。总统拜登20日上任半年干部会顶悬，佮发出警告。Thank you all for the great job you did in getting that done. But we have to stay vigilant, especially with the Delta variant that's out there. 不只是Delta，德州休斯顿一间病院已经检出病人感染到源自秘鲁的兰达变种病毒。美国传染病学权威总统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20日听证会顶强调，美国所批准的2种 mRNA 疫苗，辉瑞甲莫德纳的保护力，为原本做2剂超过90%，在面对Delta降到70%的时阵，就必要爱做第3剂来补强。只做1剂的胶性疫苗也传出面对Delta保护力减到33%，有专家建议爱做第2剂，或者是第2剂是做辉瑞甲莫德纳。英国19解除防疫措施大解放，10个增加46000多例确诊，96人过身，创将近4个月一天过身新冠。虽然世卫组织希望进入以控制1年进程控制疫情，不过难度是真大。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辑。讲到北美洲的西部，当日发生森林野火，到今已经烧3礼拜啊，烧的范围差不多有52万公顷遐尼大，而且这大火乌烟拢吹向大西洋的东华地区，地区纽约的空气污染超过健康标准的9倍外。这是纽约曼哈顿地区真难得看到的景象，雾茫茫的天顶，有时阵甚至能看到红色的日出。不过这毋是啥物浪漫的代志。当地空气品质指数这几天有170，费城搁较悬有172。号手毋是去柴油引擎的车，也毋是倒一边的工厂，是来做真远的西花森林野火。加州、俄勒冈州等美国中西部13个州，也有加拿大的卑诗省，最近一波森林野火烧至少3礼拜，烧掉林地超过52万6000公顷，相当20个台北市的面积。为空中所翕的画面会看出，野火乌烟带着污染的红白山飘向天顶。气象单位的天气图也说明，这空气污染来源对东华各大都会区的影响。That smoke is being transported by the winds aloft in the atmosphere to places it normally doesn't end up, at least in most years, making it all the way to the east coast of the U.S. In most cases, the air quality does take a pretty big hit, but especially that is true in the vicinity of those wildfires. By the time that smoke gets further east, occasionally you'll be able to smell it as maybe it gets a little bit closer to the ground, but in most cases, the smoke is aloft. 每年热天都是美国中西部各州的森林野火季节，地形较长的加州也特别设立安尼消防列车，
以铁路的运输能量，一摆带大量的水，甚至会在现场拍火。不过，对这消防人员来讲，长期伫真歹空气品质之下，健康受威胁。特别是这几年来，新冠病毒疫情是起起落落，消防队员的呼吸道健康若损伤，一定会加重感染的风险。公视新闻徐家仁报道。伫咧前2天啊，因为台湾派出去的奥运选手发生一寡飞行器位甲饭店的问题了后，体育署长张孝熙也讲要来辞职。不过，今仔日伊本人出现伫上山机场，是要坐经济舱去到日本东京。张孝熙表示讲，爱去日本甲选手来斗3天。另外，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搁再强调讲，等候奥运结束了后，会成立专案来处理这寡问题。去帮忙选手啊，在最后这一里啊，帮助他们能够迈向成功。第20宣布请辞的体育署长张孝熙，依照原定计划，21出现伫上山机场，准备前往东京。本来我就有交代他们要换成经济舱，我们应该跟选手做同样的感受，旅途又很近所以我想，经济舱或商务舱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平安抵达目的地，那就是最好的安排。强调请辞是个人的决定，张孝熙是讲，行程已经安排好希望会当为东奥选手提供生活比赛各方面上界大的协助。东奥奥运已经进入倒数计时，中华代表团成员陆续前往日本备战。不过争论3天，经济舱甲商务舱的争论持续引起讨论。教育部再一次召开记者会，说明坐飞机甲大扫的相关安排。原本是要求合法规划选手坐商务舱参加比赛，不过今年3月初9，定准一寡防疫专家建议，可能就疫情改采包机每回座的方式来降低染疫的风险。3月9号决定要以包机的方式来进行，防疫为前提在做思考，而忽略了我们应该要对选手应有的照顾跟服务。这个部分的确我们在整个业务督导上面思虑欠周。去程非搭乘包机的人员大概有20人来回皆搭乘商务舱，回程教练选手我们都是以商务舱的方式。奥运赛前引起大风波，体育署批原变成案，要让选手无后顾之忧，专心准备比赛。像讲射击队的碰撞伤软，原来已经紧急协助改换。饭店的部分是固定的，没有办法做一些改善。那我们这个也感谢我们驻日代表处也协助购买新的一个床垫。尤其最不该的是官员来挤进商务舱，这很不对。过去没有做好的这件事情，回来等赛事过后一定会查明究责。行政院长苏贞昌伫24点钟来3遍会室里，表示奥运结束了后一定会追究责任，佮下令速来前往奥运体育署全体同仁坐经济舱往回。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去注莫德纳疫苗了后，却出现放尿有困难的情形，甚至有的人爱用尿讲去通。医生也怀疑讲，这敢是注莫德纳疫苗所引起的咧。那伫咧高雄连其他所在也有类似的情形发生。进前注莫德纳疫苗，真侪人分享注射的所在会肿、会痛、人会忝。不过高雄却传出有人尿放袂出来，已经去看泌尿科医生。我平常喝水也蛮多的，所以觉得怎么会这么突然，就是上厕所会这样子不舒服。对，所以有怀疑。我有怀疑过，就是跟莫德纳有关系。食小姐已经摕药搁爱等检查的报告，唔拿医。另外一间泌尿科诊所最近嘛出现5个患者。查甫查某拢有因进前注莫德纳疫苗，同款是放尿困难，毋过检查拢无发炎的状况。拢4个是放尿，尤其是伫尿道口遐，伊感觉怪怪、刺擦、会烧，但是佫毋是像咱一般发炎。那第5个是尿实质到尾仔足歹放泉放袂出来，爱通尿。乌色的就是尿膀胱，咱家发现讲伊尿放无啥会出来。加在通尿了后，摕药转去食，这5个患者拢无介严重。张美菊怀疑，敢会甲注莫德纳疫苗有关系？因为毋那伊，其他县市嘛有医生讲，因拄到几啊个注莫德纳了后，尿放袂出来的患者。目前全台莫德纳已经注276万剂，未来阁会继续注。张医师表示，毋是注射一定有同款的镜头，伊提出这个现象是希望大家加注意。记者邓家文、胡一哲高雄报道。
讲到7月26过后，咱台湾是有机会来降级。不过，也有专家提醒讲，最近真侪病例拢是伫咧厝内面烧化，而且少年家染病人数一声也来增悬。指挥中心也讲，会加强少年族群的防治，也会量早安排因来做疫苗。另外，若准申请有通过12岁到18岁少年囡仔，也会当互因做 BNT 疫苗啊。新冠本土疫情即马有较缓和，不过最近的疫情是以家庭烧化为主，而且年龄层有较降低，包括百货公司的专柜小姐、加站维修电影院的员工，还有健身房的查甫教练等等，因拢确诊新冠肺炎。20岁至39岁少年人确诊的比率，为今年5月份的15%，最近一礼拜加悬到42%。年轻人增加的话，我们可以预期他的重症死亡的比例会降低。当然年轻人活动力强，他传染病毒的能力会比较强一点，这个是值得忧虑的地方。医师表示，少年人若是染病，大部分拢是轻症，可能甲病毒会互因兜的人，而且老人还佫有囡仔是高风险的族群。指挥中心表示，已经请地方政府甲防治的重点纳入青年族群，亲像鼓励有疑似症状的人都要去医生看，还佫有做采检，嘛会加速做疫苗的速度，开放较低的年龄层，包括甲12岁至18岁青少年来做 BNT 疫苗注射的对象。他在美国已经做完临床试验，他在12到18岁已经打了一批人，而且确定它的安全性跟抗体产生都没问题。跟成年人差不多，那他大概就利用这些资料呢，来国内申请说他在台湾也要扩增到12岁。那国产高端疫苗已经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EUA 的审查，而且批准专案制作。指挥中心最近会由专家来开会，讨论高端疫苗注射的对象，还有两谈敢有开放做无共牌子等等的问题。若有顺利通过，高端疫苗嘛有机会会当加做疫苗医药平台的选项之一。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甲仙台20线顶头的国有林地，今年3月到5月就发生6届生命火灾。经过调查，这6届火灾拢是同一个嫌犯去放火。这个嫌犯想讲，甲伫甲放火烧改正换得损，毋过一寡欠素量的行为，毋若破坏生态，也着爱罚钱食罪。市局长烧甲乌麻麻，现场的车辆，互警方怀疑是有人放火。高雄甲仙台日线短4-5公里的国有林班地，3到5月竟然有6摆9月起火点的森林火灾。警方比对路口监视器画面了后，20掠到性感的嫌犯，也面临相关刑责甲罚金。简姓嫌犯异想天开，以燃烧废气轮胎的方式助燃，铲除旧竹林，以待来年梅雨季节能获得主审获利。全案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森林法及公共危险罪，移请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同齐所在真侪摆火警，警方归去设监视器收证，都掠到嫌犯来看白地得赃的车辆。每一摆放火了后，任务人员马上赶到会议，暗过时间拢伫尾暗啊，或者是假日暗时，互任务人员是拼甲系列的。滨东林管处表示会求偿相关损失。总共的损失面积差不多约4000平方。那损失的金额也不高，但是每场次都动员差不多30几人，车辆都8-9台，所以这个对我们的那个环境是影响蛮大的。林管处强调，嫌犯行为盗采国产地物件，违反森林法。另外，亲像今年3月伫基山姚农民为赶走长期偷食作物的高山啊，用纸包石头，甲炮啊斗电棒来赶狗，所引起火警。互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林管处甲保持总队提醒民众，毋通滥散做，则袂损害森林，也该受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风台伫要来啊，南部一寡菜色产地，农民透早就赶紧去甲菜慢慢起来。不过风台也未到位，介绍成起一杯，亲像伫台北的高丽菜，一粒就爱到200块。这阵风台也未来，也毋过农民已经感受到天气的变化，透早6点还未到，就赶紧去田内抢收这个青菜。惊风台啊！嘿，所以咧，叫较济加好了啊！烟花风台看来敢若不哩大，婚礼的理论、西梨甲高雄的紫瓜，这所在农民甲时间伫比赛，就惊心肺拢泡水。因为最近日头赤炎炎，午后有雷阵雨，青菜已经袂堪的，有一寡积损啊。加上风台有期的心理，青菜产地平均计价已经起一倍咯。顶礼拜吼，拢差不多平均90块呢。这个昨昏尔，因为昨昏佫报这个风台，我来但是昨昏佫菜较量较少，所以佫就佫起起来。平均佫起到20。
高丽菜放伫遐开早起拢无啥人买。台北的乌公市场大头坦白讲，一粒差不多要200块，民众大部分是问了后拢无买。只有高丽菜比较贵而已啊。高丽菜大概跟平常贵了多少？贵到1/3。是哦。所以现在大概一颗价格要150吗？一颗都要在100-200块哦。台东的东兴市场大头更加开起，甲告示牌挂起来，提醒民众菜变较贵啊，看好了再来买。花椰菜啊，然后高丽菜啊，这都有变贵啦。以前1把都差不多20块，那现在大概涨到20-30。那如果是水耕的话更贵，1把都要50块。农民拢是看天气食饭，风台也未到，菜价就开始入去，民众也只好欠欠啊买咯。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6号风台烟花所遗的卡路，甲12年前造成严重灾情的莫拉克风台，因为卡路是要讲被讲。着立委甲民间团体早起伫咧即期讲，政府所推动的路营地合法甲一寡开发，所拢无顾到环境，因也要求政府应该爱公开地区的水保计划，互民众来监督。烟花风台升级做中度风台，而且渐渐向台湾扫过来。目前已故的路线显示，是类似12年前对台湾造成重大危害莫拉克风台，2天来落1年份的雨量，山坡地记载袂调，造成严重的水崩山。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日即期讲，中央无咧要以山坡地开发的问题，加上地方政府执法无够严格，影响到山坡地甲河川等等高风险区域的稳定度。别的国家怎么在保护农地，怎么在保护山林的？我们现在到处农地都是违法工厂，都是污染工厂，造成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我们难道是这么野蛮的国家吗？当初核准让厂商在山顶开挖，把山顶整个挖凸要盖光电，这些官员和现在负责官员，你要不要台风天的时候去住一下玉泉村，看一下感受一下那种感觉。伫屏东邦寮的石头营是自然的遗址，最近进行耕田开发的工程。团团指出，石头营100公顷左右的山地，已经去由政府核准错树啊种田，破坏地形，铺设耕田帮。不过，伫山骹200公尺的玉山村，有住600个人，这村民是感觉真惊吓。即马面临着风台就要来啊，烦恼讲会变做第2个小林村。团团嘛，即期讲，政府无公开水土保持的计划，是破坏生态凶手之一。土地都可以让人家去露营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错乱的做法。我们也请地方政府去请教去洽询议员同不同意公开啊？那议员是说，除了有紧急避难或者其他需要的话，他们才会同意公开哈。政府推动露营场合法化，交通部会修法，开放1公顷以下农牧林地，专门开放予露营来使用，去互看做是开后尾门就地合法。已经违规的人会当申请辅导合法。针对这点，全团强调讲，违法的人应该随停业，而且审核的条件应该闪开农林、山坡地、甲水路等等敏感的条件。针对这点，观光局回应讲，目前的法规是还未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欧盟打算要对2026年开始针对出口到欧盟，而且碳排放量真悬的产品要来缴税。不过，咱台湾有够3成的钢铁拢是销对欧洲去。民间团体也呼吁国内就要赶紧制定碳价，针对着温室气体排放量也要有限制，政府也要有政策来减少环境伤害。欧盟执委会14公布55草案，宣示2030年温室气体要减排55%。其中上受关注的碳边境调整机制法案，打算2026年会正式对出口到欧盟的高碳排产品来扣税。那台湾钢铁业有3成出口去欧盟，民团呼吁国内就要量在应用。这2年我们再生能源的设施部件的确受到疫情有一定程度的拖累，将来产品出去变成高价，对这个竞争力有很大的影响。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 法案第一波管制品，包括水泥、钢铁、发电业等等5大行业，受管制的出口商逐季拢着爱提出报告，内容爱有温室气体排放资讯，也有出口局的碳定价规范。不过，台湾伫咧2018年讲要定碳费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15年通过温室气体减量甲管理法，不过针对碳定价措施拢无明确的机制。你只要后半会期，我们的温管法这次气候行动法没有修正通过，
那我们就等着2024年企业被美国抽贪关税了。就是财政部快点思考说，我们如何就是参照这个我们绿色正纲的思考，然后修订现行的这些燃料税啊，然后我们制定新的碳税或者是能源税的相关的规则。蔡政府捌话讲，国内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要降到2005年的一半以下。过来伊个宣示，共一年希望会当达到赶进零碳排的目标。不过民团要是希望政府赶紧把温管法修改做气候变迁行动法，也要赶紧把零碳排时程纳入法案内底。记者民警林学凯台北报道。受到疫情影响，今年拄毕业的学生也真恶去引着头路。就学者认为讲，建议学生会当换无同款的产业，也希望政府提出补贴来帮助民众找到头路。虽然天才网站冒险要找今年毕业的学生，不过头路并无想的遐尼好找。拄着疫情，毕业亲像失业，有人无想要赶紧出社会。在这个疫情之下，可能准备国考或是要出国念书，这些因为疫情被 delay 的，他们可能找的就只是基本的打工。我们光是在等这个兵役，也很难去找一份实薪的工作，去找零工来打。有人力网站就统计，7成的毕业学生因为疫情因无头路，要6成因为找工课。经济压力大，某学者指出，自去年疫情爆发，失业的比率无讲雄称悬，但是劳动参与比率降低，以个月上新统计是58%，去年有59%。反映的是温中性失业的人变多。他用的方法可能就是用延毕啦、报考公职啊等等之类。这个比较严重的原因就是说，当他没有出来找工作的时候，政府所建构的协助就业的所有的方案措施，基本上就没办法达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学者建议青少年应该偏爱服务业、补教等等，今年一块少，竞争者多，会使改往制造业、数位领域发展，嘛呼吁相关单位考虑加强补贴宣传，鼓励稳中者找工课。劳动部表示，目前咧紧期延长青年就业奖励计划，其他相关计划嘛会看疫情境界，敢会放量，各做决定。记者伫甲文条随采访报道。咱台湾人的母语一直的消息，文化部、教育部客委会函关民会今仔日宣布讲，4个部门要来合作，会召开几个场线顶论坛，希望大家做伙来探讨办法，把咱的母语传承抢救回来。大家好，是宝芒。大家好，小大卫。台湾有丰富的本土语言，过去60多年，因为历史加政治因素，华语正做强势语言。文化部为7月底开始，要举办2021国家语言发展会议，透过8场线顶论坛，邀请全民做伙参与国家语言发展相关议题讨论。过去台湾有一个真长的时间，拢是独尊华语，那希望呢，透过这摆的这个国家语言发展会议做一个开始，会当让咱的全民对这个本土语言的流失，会当有一个意识。文化部长李英德表示，语言权是文化公民权真重要的表现。虽然即阵有国家语言发展法保障本土语言的传承参推测，但也需要为生活中落实甲母语讲回来。社会整个的发展趋势下呢，也面临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流失的一个状况。希望借由多元化、生活化的内容，唤起民众珍惜自己的美好的母语。这边的国家语言发展会议为7月3日开始到8月底，有8场线顶论坛，参15场艺文活动，有专业学术讨论，也有生活化推广活动。详细参与办法会当上国家语言发展会议的网站查询。记者杨淑晴采访报道。根据财政部2019年度综合所得税资料，全国平均年收入上悬的5个里，拢伫咧新德县市。其中新德市东区的关心里，平均年收入是286万，会当讲是全国上界好嘅里。一栋一栋全新的大楼，边仔有公园、绿地，这是新德市关心里。根据去年综合所得税报税资料显示，这边是全台湾上好业的所在。大家的人一年的平均收入有286万。里民的结构大部分都是在科技业上班，那科技业他们的那种责任，就是工作都是责任制，他们的那个精神压力非常的大，所以他们赚钱也是非常的辛苦。有一些一般人不知道的这些，大家都很辛苦的赚钱。那有的他做经理的，他每天没日没夜的这样子，为
为公司付出。因为这边挖近新的科学园区，佮加上附近有商圈，方便买物件，真侪科学园区的上班族会选伫遮买厝。能够买园区门口，当然优先以这边为主，除非你是其他有从化需求，然后有高铁需求的客人。因为有科学园区的关系，那提悬新的县市的平均收入，嘛扣悬附近新厝的介绍。不过想要有好的收入，相信嘛是要有相当辛苦的付出才有机会。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东京奥运的开幕式，咱台湾队伍的奖旗杆是由罗雁芬甲郭幸存来举大旗。罗雁芬也讲，这届奥运是伊做选手上尾一届比赛。另外，城前的6位选手也已经到日本开始训练啊。教练也讲，这届比赛场地和台湾的训练中心是真相像的，不过也是爱看风吹影响来做调整。台湾的网球传奇罗雁芬即要展开生涯第5摆奥运会，不过也即要是选手生涯最后一站。罗雁芬即阵心情是真放松又搁感动，连续每一摆拍球的感觉。中华队为了感谢伊的贡献，特别安排予伊担任冬奥开幕式的奖旗杆。非常荣幸啊，就是说还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说代表台湾能够走在最前面，然后代表所有的选手，然后呈现在全世界的大家的眼前。更大的期许说，我们台湾代表团的所有选手能够在这次奥运会能够有佳绩、更好的表现，甚至能够夺得金牌。另外，中华队射箭6剑客到日本了后，连续2天到望一岛公园射箭的场所，赶紧来训练备战。尤其最后这时阵，在动作上一寡调整更加重要。对于暂时练到暗时观察各种的方向，实在场所的感觉，因为头一摆来到日本，敢若是场所伫东京湾边啊，风安怎吹，必须要提早来练习甲适应。这2天下来，其实大致上都蛮顺利的，因为这边的天气跟高雄其实差不多。那在整个摄像跟坐像方面，其实也跟我们的国训中心是一样的，只是说这边的风会比较稍微乱一点，那选手可能要再注意一下。尤其训练区甲比赛所在环境有一寡无同，而且敢若使申请指定的时间来练习，所以讲必须把握时间。积极备战之后，准备迎接23个人排位赛。中华射击团这届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精准来射下一面的金牌。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岛球队今仔日已经到东京的体育馆来训练咯。教练和选手也拢讲，场地光线是比较杂密，发球的时阵可能会受到影响。另外，因为疫情的关系，发球的时阵选手是袂当甲乒乓分风，双手也袂当摸到这个球道啊。头一遍进入正式比赛场地的东京体育馆，中华奥运岛球队排将近2点钟的练习。3个男子选手曾智嫣、陈建安、林文如，3个女子选手陈依静、陈淑武、陈先滴一组。练习落来，选手感觉上爱适应的是光线。这边觉得这边的灯光怎么样？灯光我刚刚练是还好，还好，所以发球没有受影响。但比赛应该感觉才会放大。你刚好像说那个光有点影响发球。比较亮，就是要稍微适应一下，因为你有时候球的高低的时候，你有时候会仰头的时候就会看到灯光，而且发球的时候，主要是发球的时候。光线有淡薄仔杂目，发球恐惊受影响，而且因应防疫，冬奥岛球赛规定，禁止选手甲球分风，也袂使伸手摸刀啊。5届元老曾智嫣有一个习惯，又搁伸手去摸刀啊。我有摸吗？你有摸？我刚刚摸，我先摸完比赛就不摸了。熟悉比赛场地，调整家己的习惯。开幕前1天加比赛迄天，岛球队拢还阁有训练。练习了后的领队技术会议，就会当知影头一轮会对到倒一个的选手。当然是先避开中国队嘛，因为这个抽签就是中国队现在还是最强嘛，大家也不希望先遇到他们嘛。那这个抽签就是谁也没办法决定说对谁，对啊，就是看情况了。无到预测抽签结果，不过教练团坦白讲，会当闪过中国队是上好。虽然陈依静甲林文如会面临单打甲混双同时进行的考验，不过凭2年外的搭配训练以及3月连续2届比赛冠军的实力，要来抢一下头奖应该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的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1度。
中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7度。也个未来3港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